俗语讲了好。呀，嘿，哇！我这大片里办这里面自强活动，互鼓励大家出来这个外口呢吼，搭这个天道安尼外口过生活。日头在要落山呢，啊！恁翁仔某是拢伫咧创啥货，拢毋免食饭了。呀，各位里面，日头已经在要落山吼，啊！恁拢毋免食暗面啦。好，起来准备暗顿啊！哦，若拍到腰本理啊，一概无负责恁大家暗顿啊！喂，是咧叫人哟，什么声？哎呦喂，哎呦！哦，你着白啊！啊，你讲要带阮李明来外口露营，啊，你无穿正的物件。对哦，不是，先生，我跟你讲，这经费啊，一个人敢若36块，已经我哪有法度啦？加36块，嘿啦，我买袂起啊啦！想办法。安尼哦，好啦，无诶，嘿，啊无迄个，咱家准备啦，你迄起火物件。啊，我来传一个，我头拄有看到一个，这个吧，哦，九条的，哦，九条的。来，进来。起火者。好，啊，你自己，我自己。哦，九条。我先。嘿。好啦，唔是安尼，你先的，像啊，你袂啊，唔是安尼啦，你一直在摩擦，唔知有。摩擦哦，哦，啊，要安怎用啊？哦，导火，安尼啦，一直在撸啦，系啦，安尼哦，啊，即摆撸着火啊啦，有火声哦，啊，都同伊打球啊，落个倒啊啦。这金的啦，这阮日上好起来啦。喂，日头落山诶！落山啊！你人某好拖啊？暗时去挂乌人呢。来，谢你，哎，啊，恁两个体格在底咯内底这个拍开啊，有百外平啊。6底半，你看。这新的科技啦，开2、3千万买。系啊，翁诶，哎，安那哈？我甲你讲，嘿，因翁要暗顿，我要食牛排。白，我爱3分熟的哦。我知，而且哦，一定要配迄个法国的红酒，对不？啊对啦。迄卡法利香。喂。安尼好。等，哦，你嘛伤咸啊！好呀，人都要摇摆哦。后面呢？这风高野外呢，有迄个牛排，佮有红酒。你是咧骗鬼咧卖食酒？臭蛋啦！头家，哇！你买你点的3分熟的牛排，啊，个法国的红酒拢给你存好赞！有够香的啦！哇！这淡薄仔意思啦，哦，啊这无啥物钱吼，来，你看麦，哇！赞啦！谢谢啦。我甲你讲吼，伫咧遮尔水的风景吼，就是爱食牛排。你讲对无？对啦，有钱人无法度，有钱人就摇摆，好啦，你慢慢来用啦。啊，有这个天道那些，错。这有问题哦。伊可能内底咧解决你什么问题？可能迄个胃肠怪的款哦。再来咱母龟补袂出来。哎呦！等一下，咔一下，头发被夹住了。被那个拉链夹住了。怎么会有拉链？有这个天道那些，错。阿妹喂，7月半，鬼嘛走出来录影哦。
你录影呢？靠呀，这一百年啊，你出来老的生命吼，几个叫哦？几完了哈？是，请问几名是？香港有名声，香港有出名，那我做菜头子。菜，不紧啊！本地的这个一向的，就是安尼啦吼。唔管是人也是鬼，迄种都无要紧。既然大家安尼做出来录影，都是有缘嘛吼。是讲啊，这位鬼子啊，敢有需要食饭？无食是要做饿死鬼烧，我家己有准备，你看嘛，鱼，鲑鱼，鲑鱼。哇，你烧啦！未煮啦，烧过，唔知人食。有会无？来照一个好来照。小蛋，你别过来，是来啦！照一个好的啦！是来行啦，拜托诶，你是来行酒是？不是啦，阮某不是行鬼，伊较早就足行潘越云啦。系啦。你别过来啊！我惊鬼啦！你放心，行鬼，我补你一个好物件。什么物件啊？来试看哦。嘿，我讲啊，这个口红摕出来你就知影。这口红就是我咧抹啊，有水无？来，摕过一个豆腐。安尼哦，我甲你保证。你若抹着这样像我这样口红，嘿，保证哦，你拢唔惊。安尼哦，嘿，安尼无，讲真的咧，我试看卖好啊。试看卖，钱来啊，钱，一定爱钱的嘛，哎呦。好啦，做散车，阮厝的无钱，你给我散车！我惊鬼，我先好伊啊！来，这一定爱现金，这现金要怎花呢？我才来买银子甲你花。安尼哦，安尼麻烦你啦哈，落来啦哈。我钱就地起来，好，毋是第一地就好啊。唔係，我就咧找落地啊。来，喙来。嘴来，好。你是要画蔡依林，还是画潘越云，还是画张小燕？我要画迄安杰丽娜·朱莉。哦，Is mine. 哦，你这究竟摸摸你哦？潘越云话讲真可爱，但是我模仿伊哦，太恐怖。你唔是讲我画了后，迄鬼会走去吗？那是何无心走去啊？何无心再去，迄唔是？迄何无心是人呢，迄唔是鬼呢。你这就是鬼啊！迄也做散食鬼，看到你摸呢，伊就酸啊啦。这个，这拢也唔是鬼咧。小太，这里来啊！嘿，拍谁？你玩去看嘛？你玩去。好。拍谁？无，你买阿囝潘越云，这个比我较恐怖，这个。不记啊，是安尼，实在是安尼啦。你嘛知影哦，我是专门在讲鬼仔故，在骗通告费。我知啊，最近哦，制作单位拢讲我讲的鬼仔故吼，拢无恐怖，无就是讲鬼仔啦。安尼，你敢有啥物物件吼，会使互我看到鬼，愈济愈好，愈恐怖愈好。我若看到鬼济，阮就趁钱，免带这种的。趁钱济，有这种物件无？你嘛做谦虚的，逐个上爱听你讲鬼仔故事。无呀，我有一个宝物，好水。我这个宝物啦，互你，你若看到了后摆吼，你会通过接袂了。我著看到足侪鬼啊！照妖镜，这照妖镜是足恐怖的哦。我甲你讲吼，这照妖镜哦，嘿，若要介绍出哦，送你较俗咧。佮钱了100块就好，我哪会先台票啊？无你无，我讲你也无开始。无路用，开始。阿妹，我100块，我好伊啊。100开了啊！我你看你有钱无？我辛苦。有啦。你讲有？1块啦。1块好无？当先啦咧。这偌济？当个1块啦。1块啦。 1块嘛好啊。嘿啦。无止啊！你是小叮当哟，你咱别咱好中。我放喺内裤，较袂强。较袂强。来，绝对看到来。
电动，那无看啊？你唔来摕起来照啊！摕起来照哎呀！啊，你无讲好法，人都袂晓啊！我讲摕起来照，你摕倒边啊啦，这爱转过来。摕倒边，照妖镜就是安尼用，安尼看有无？敢有？无啊！安尼敢有？会啦！哎呀！我家己尔，你就想讲，你家无感觉你成贵啊？对啦，我不输贵啦，嘿啦。那你不是咩？会使啊！好来，我不你引导。对，你这个不输鬼。啊，安怎想？阿妹啊，嘿，迄种偷看我换衫啦！哎呀，你竟然偷看阮某换衫，你喙斗真袂歹你啊！啊好啊，你真正我真阿妹啊，等下啦。安怎啊？无啦，其实吼，足久无互人看，感觉嘛袂歹。这头见你，这看你较正常的啊！吼，安尼看你安尼足厉害的啦，当然咯，够灵有够准的啦。最近吼，我的手头小可有问题，你唔是看报纸应该知影。啊，知，系啊，哦，迄度会使报一明白无安尼？哦，不明白。这套对我来讲上难山咧。安尼，我这种鬼已经叫恶鬼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啊，过来显灵的鬼，但是较贵，钱来。哦，是当然，应该呀。都系当配钱嘛。对啊，应该。我这八百，是我假鬼以来。你假鬼？唔是啦，是我做鬼以来，我假鬼很少的啦。对啊，是啦，我来讲哦，歹势啦。车头子啊，这个里面活动的钱就拢互你啊，你莫计较啊嘛，你不明白吼，我若对过我会烧较济，看要过拖久的银纸，还是要收啥物件，烧别种烧汽车，拢互你嘛，拜托。你想，来，大家拢徛喺遮，好徛好，好，卖我去哦。来，袂使我来啊，袂使我。哦，这。啊，你听乜这是要？来，这说明你知影吼？就啊。做鬼爱有方法。哦，第一，就是你的字爱吐出来，迄鬼一定爱吐字。对，啊无行。哟，要等的哦，就等。哎呦，啊，你啦，你哪唔知啊？啊，这不是狗在啉水嘛？唔是，这是哦，要甲拉吼，现在呢，你拢掂拢袂使走。哦，拉了，因为落底实在有够喘，所以爱啉一半。咱请教者吼，你这是做一招啊？来去大家讲以我喷到人，我袂去看到鬼啊！啊，没看到我家己所砸掉。阿妹，你看你，闭会啦。我有。是，啊你等，水只水，各位啦，我袂甲恁喷来。哦，你听我听，这看哦。我们家那说河马，就是伫煮酒。啊！甲恁喷的人，有喷嚏的人啊，看有慢，伊河马慢，啊，就扑出来。哦，来，你意思是讲，等下这个扑字就为酒中扑出来。对。快点，我看见，快哦！我干嘛？有三，看到有三，有零啦，我看来这套啊！这是倒位啊！我食一个药啊！食你，我食一个药，这是倒位，我唔知呢。你啊，给你失忆啊你！你是啥啦？我都唔知我倒位啊！搁假就无成啊啦！我甲你讲，莫搁假啊！哈，趁7月半出来假鬼这咧骗东骗西，你用这只来拐钱，你根本就是温故受罪。来，过第2句俗语，请了。
难怪不是造假。你原来是会开的。三，我看你，我想要走啊！知啊！哎，我是什么人啊？哎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我这嘛，都计就无成啊！加油啊！以为这有失忆症啊？嘿。哦，你买来这套啊啦，像趁7月半出要假鬼假怪咧，这黑白骗钱，安尼像这大插包就要来骗钱，你这根本就是稳固的路径。好来，泡咧！好来，有2句小故事来底吼。第1句叫做稳固受水，第2句叫做稳固路径。路拢做稳固有关系哦。系啊，来，选稳固受水，请举手。我路家，你路径。我嘛是路家。来，同学过来这边。来，恁2个是经稳固受水，是啊啦。稳固受水哦，就是已经稳固啊嘛。受水跟看无啦，嘿，佮看无。有看了影，无看到。水哦。有看到影，无看到菇。假鬼假怪艺术。对。喂。所以这边这4票就无意见，一定是叫做稳固路径。另外呢，稳固路径什么意思？稳固就是啊，因头都有讲过，有看到影，无看到龟。啊，像那路径，鬼的路径就是拢用白，你知道？路径，伊无咧白，伊拢用白。啊，就路径，一直路径。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是呢。无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因为龟受水啊，正常的嘛。伊就是喊你受水，但是人受水嘛。但是龟路径啊，骹才短，啊身躯才硬才大只，啊变啊路径。稳固哦，这摆不是讲龟哦。啊，稳固不是龟哦。我嘛感觉。稳固的是人稳固。龟啊。哎呀，我跳。哦，啊，我安尼对啦。所以。稳固路径，哎，就稳固啊嘛。对。啊，路径是粗的嘛，哎，惊嘛，所以哪行哦，哪说啊，敢若贵咧，哪敢贵的啦，嘿啦，我这意思啦，嘿啦，安尼对啦。我就是讲吼，你两个人知意思？我知。你在你讲？嘿，就是讲稳固的路径是在。因为稳固在，伊本来就是因为在啊，迄个 F4迄在嘛，是啦，真在啦，啊，谐音就是在啦，在，稳固就安尼啊，佮粗的路径当然在嘛，较稳啦，在的意思，在啦，这句较简单啦，我感觉这条是优势来上简单的，用对人哦，应该爱去吼，迄个来老师请。咱讲什么人交什么款的朋友吼，有一句俗语讲良交良，王交王，稳固的交王，稳固就咱头讲的，嘛另外一种讲法就是翘骨，你讲脚趾边吼破病，啊无法度啊变弯翘，迄实在真不行吼。所以咱讲稳固的，伊若要去受水，因为身体弯翘嘛，弯翘伫水里受，弯翘伫水里受，咱掠头掠尾。弯翘伫水里受变弯受，就甲弯受人的弯受共音，所以稳固的受水的意思就是弯受。讲做参考。另外一讲是稳固的路径，伫头碰过讲的，因为稳固的朋友吼较无利便，啊路径本来就足歹行，不然咱正常人咧行时嘛爱说哩，所以稳固的路径会碰过讲的，无说哩就会栽落去，栽落去，甲什么？知影的知共音，所以稳固的路径就是知的啦，所以应该是啥？稳固的路径知的啦。但是恁两个解说哩啦啦，无啦，我解说是调工表有一个效果啦。是啦，了解。我知影意思啦。两句拢了解意思，就来拍破过来。